锦花这个名字呢，无论是在世界各地的越剧迷当中呢，他们的心目中就是一个美丽的符号。她在长期的舞台实践当中呢，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具魅力的表演艺术风格。当然了，也是深受我们观众朋友们喜爱的。首先呢，让我们来欣赏一出传统的老戏《盘夫》。名字土内上，妃子何人放好光？臣凭自断女言地，马首帽上不嫌肥。得着毛儿强似虎，百灵鹦鹉不是鸡呀。小生正用表示欢赞，弟弟正贤冠居三边种子。母亲长日高寿皇封，我本闭门用长公道，可恨年生则老身。上天荒酒一本，生我无巧舌设置，皇上天心善言，将我无本出西郊，斩首，并将我埋门草。是我改为掌心，大王就母舅家中，不料途中遇到燕母亲官船失去，复将小生也当作小妾做自传草。那燕母亲见我成品册中，强迫我做他命令妻子。大王进都寸百年寿，那老者喜爱我才貌双贤，就将生女年兰正终身许与我为妻呀！唉，我为父受诽谤，岂能与你见色子女？曾经啊，乱人设置乱境啊天，豺狼虎豹冠中间，辅导昏君心善言，却忠良杀生言，有朝一日愿受报，不开无用奸情天，鸟为郎才园里，来自一子走王门。见过姑爷，罢了，不才履带侍奉小姐到书房这是。我是蒙了小姐之命，得请姑爷上来。生我要在书房读书，不去，不去。哎呀，姑爷救命啊！小丫头，一不当你，二不骂你，麾下宽缓军令，恰是为何？姑爷不肯上楼台，
唯恐小姐要责怪，使我得罪了你姑爷，那是飘香的要受家规。南征不若好脸，丧事其实他不该。这真是乌鸦不生龙王坛，奸人之女心也坚。哎呀，回去您啊！就是此场女同胞，使我即刻收到。谢姑爷。免得飘香去谁话谁，我长流看他真爱配。敲几声，引得姑爷上来门。金姑小姐，罢了，姑爷苦孙上来。姑爷他姑爷他即刻上来。哦，是我宠爱您子。我经常与他去山里，姑爷请用茶。官人请来见礼。请坐。你不是我早就说了。官人，你我夫妻之间，难道是连个称呼都未没有了吗？我叫你官人，你该叫我娘子。我要是叫你相公，那么你也该完成我一声小姐。是让你将来有了功名，我要是搀扶你老爷，那么你也该完成我一声夫人。哼，夫妻之间
难道是连个称呼都为没有了吗？真正岂有此理！奸人之女逃离县，使得我有口难开言。常言道，有理非为是，娘子请来见你。好一个有理的为人，来，从今一礼，请坐。楼子茶飘香，请我上楼，为啥不是？贵人，你在说吗？在。在书房么？读书啊？读书？难道是要连夜用功吗？你可知素琴原谅此故呀？他倒比起古人来了。官人为妻山风度多，为丈夫离开把书你可叫姜太公把人女人何况你官人少年郎啊，你可知归路词儿为丞相？那归路乃是对民相。你说归路对民相，莫非是罪我谁不偿？并不是罪你罪不偿，为其乃是一笔既是笔法，倒就罢了。请我上楼，究竟为啥何事？贵人，我见你终日愁眉不转，不知道贵人你是为了何事？你可知个人是有个人事，我的心事有谁知？别人的心事我不知，你贵人的心事我了有生啊，是我佛乃是是非碰到老先生，我来争一波眼儿过此，我从小读过生言诗，我要猜你贵人心中事，我要做公道的老先生既是夸口，那么你就猜猜看。贵人我见你终日闷着人，我不
子，男儿应有四房子，无须挂虑家乡事。奥莫伯子，言我你们私里的难陪你郎并不知，你年家一扫天下得百少，我好比苦藤高攀你所不是。奥莫伯子，你言我来征仗年少，害得你官人少面子。十里红掌到雁门，城里神话谁不知？奥莫伯子，你言我来征用毛菜，我难陪你郎一在子。夫妻凄苦容颜冷，无妨你娘姊妹貌三西施，真是儿去想。他这不是来拿瓜子，我来真来猜他心中官人，我才是猜不上了，为妻我倒可有一笔，笔啥货来？官月上安来，我心啊也昏。官人你啥有千金担，为妻分挑五把金，问君你来是你快把真情说让我听啊！我知道今人之生前生女，谁知他父女两条心。我到荒田测拔草，谁知沙土败黄金，难真叹我是真情意，我岂能负他一片心？虽不相见情欢娘子官人，你当我是哪里走人？你那是杭州人子，我不是
妻自有修人。常言道，红绳子手三分瓦，飞哭先跑一片心。挖龙挖虎难挖过，自生自灭不自信。菩萨与他真心讲，比比他心是我心。爸，不必拦着下楼去。免得在此路真心。几人啊？结冤家，欢聚迎来欢家样。木兰针不是当初的自个良。冤家不是真情话，不与我都是埋为我心最长。他有言不女心慌张，他定于心事不肯讲，他知道不是贤当之乱境，我心脏来奔，哎呀，这奔字下面有文章。哎呀，贵人啊，你真正面前莫失家，你在家人跟前莫惜呀讲。你欺骗不把真心声，我问你要与之为商量啊！我今日不问他真心话，倒是肯挂心上。我不带子女下来去，我要到书房去问端详。观众朋友，由于健康的原因呢，陆锦花老师啊，今天不能够亲自来参加这个演唱会。但是呢，他从美国写来了一封亲笔信。下面呢，我们就有请他的大弟子曹云娣老师为大家朗读一下这封难得的家书。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闻听陆派弟子要举行联袂演出，我这颗平静的心，霎时激起层层涟漪。我自动下马已经有20个年头了，想不到时至今日，还有这么多热情的观众和朋友牵挂着我，关心着陆派艺术的发展。为此，我出洋难免，不敢交涉。作为海外游子的我，此时此刻
我真想即刻飞回生我养我的故乡上海。但是由于健康的原因，我不能前来与大家共同欢乐，也不能为我的弟子们领上殊胜，真是十分抱歉特遗憾。六派弟子大多辣没老师的亲授情况下头，靠自家的刻苦钻研自学成才的。对此，我感到十分的欣慰。从总体上来讲，伊拉的成绩还不够强盛，还得要伊拉精神团结，相互切磋，博采众家之长，丰富自家的意念，使六派艺术再上一层。到辰光，我相信广大的观众一定会得更加热爱的支持伊拉的。我相信青出于蓝胜于蓝，祝愿六派艺术和越剧艺术重新走向辉煌。最后向前来观看演出的领导和观众致敬，向组织和参加这次演出的同仁问好，再一次遥祝演出成功。陆锦花。许杰呢是上海越剧院一位非常出色的陆派男小生。接下来呀，他要和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台柱子、副派花旦陈飞为大家合作演出《情探》中的活捉王魁这一折。十八亭水晶殿下，思想分明。上有那风雨芳草，悄话我们。西今宵，金缕黑，有名是谁？对不懂是往事混同于悲。想我王魁自13岁生父以来，蒙那林子小姐对我十分恩爱。晚年4岁，不觉又是生缺，我想在莱阳世界与我那鬼姻妻。在那红映月下，千针定影，长须秀腕，而今都成往事了。想当初与娘子心心相印，夫妻们才月下安能私奔，星光彩月华容，浮风龙啊影，这仙人是春梦，不可再醒。王总从莱阳回来也罢，鬼影接了我的书信，就在海神庙内死于生死了。下官虽在积虐锦绣之中度日，总觉得人世惶恐。桂英啊，桂英，你的英文不要埋怨于我，我也是不得已呀。小楼上初更起，若因花影长相惜。自从休了教子女，
精神惶惑为真谛，这也是王魁不得已，故为了多情教子女，两面间他与我共晨曦，三更灯火无根基。才知生命生死别，百般的恩爱怎能重叠？但请那名声高到来唱不明。对了，待下官明日满室复生，去请那名声高道与那教子动人几卷金盆，也就是了。叫他与诉不尽在那落雨期。这院子到了深秋，也觉得有些凄凉了。明月一日深深情，房内三灯是丢影。耳边像又听得风声起，黄泉光望去不息。四月下月是谁来了？你是谁呀？是谁呀？不是臣，只是云呐。莫非我疑心生鬼门，我闻声起疾病。满说是鬼神之事不可平行，纵算越轨，我王魁乃是乱子婚大杀夫，又是天子的门生，怕他这什么？马生王魁太息气，鬼马怎管把上元气？君等皆把世俗离，此曲乃是教会在明课所唱，今夜为我有份此生。生生就叫是眷听，又听不见了。莫非是我今日恍惚所致？妾子有他，不动就叫惋惜，可是是衰败鬼迷。
为我无封门市开呀！王郎开门来，这次又是何人来到此地？啊！定是我那夫人今日备了上好的酒菜与下官赏药，向日等不见，亲自接我来了。哎呀，夫人，你叫丫头来请也就是了，又何必让你亲自来呀？我这里军等开门迎亲，外面叫开门的是谁呀？是我啊！你是谁呀？我嘛是我啊！是夫人哦。真是是哦，我说是夫人来了嘛。果然是念夫人廉价情谊。开门来了来了，这真是闭门不知风月好，开门迎得晚辈来呀！今日月10岁好，就是风大了一些，将灯都吹灭了。吹灭了也好，你我夫妻在莱阳的时间，不是时常彩灯赏月的吗？哎呀，夫人，休说笑话，你什么时候也到过莱阳来？啊，夫人，请呐、夫人，请呐、常员公，你真是贵人多方事。你我夫妻莱阳两贼相亲相爱，怎么先不记得了吗？哎呀，当归，当归，当归呀！本是臣真是贵呀！你不是叫归英吗？真是为妻那母啊！王总从莱阳回来言道，你接了我的书信，已在海上庙内事业生死了啊！啊，那是他传错了，我不诚实，怎么？你不认识？不诚实，当真？当真。果传？果然不诚实，王郎请看，我不分明是你的贵人吗？
既是此，千里迢迢，你是何来的？啊，千里迢迢，郎君来的，难道我谁来不得吗？你来做什么？一来闻知郎君告终，他来何喜呀？事隔已久，为何的什么喜呀？那还来么？我与郎君送药方来了。药方？什么药方？啊呀！王郎啊，你真是一灯红门一情郎，不记得深夜苦托人命苦行，天外地动疾病上，多年郎君太衣裳，记得我同情他父西去一去的庙房见高堂，只与你郎君身健康，倒与你上京是名的金榜，在长亭一匹泪扬，为妻我是实牵挂，也是梦想。你空你去凭在何方？我是千里迢迢来送羊张牙把玉求情，难得归隐一生。我与他患难相逢才风尘，今日里我怎能留他一片心？怎奈他原本是清流神女，压花会怎能在玉宇金盆？今朝内有家的一单传扬，岂不是断送我锦绣前程？不言，我便从未再发，这样发不用了。怎么不用了？桂英，你委屈吧，并非我诚心愤你，这是为师所迫，出于无奈。你还是委屈吧。王郎，桂英千山万水，历经艰辛而来，你却收留我这个孤苦伶仃的女子吧。哎呀，桂英啊，桂英，我知道你是个好心的女子，你这次要是被我那夫人知道，这还了得哦！记得当日我与郎君相爱，死不在家，
我常受宝儿的当骂，姐妹们的讥笑，如今皇恩告终，为妻烦躁受气，我啥是委屈？不要是宝儿的嘴里难困，虽是那些姐妹们也会一个一个的奚落于我。归隐寺探报名冷落烟花，我这就郎君领我在府上做一往事情。我也曾观郎君大恩大德去往前年我望着的产生了我，才算是做事情，难免也像是受宝儿一边疼。教会英则可得自然上吊，何况他已算是花容月貌，上天去亲还妻。莫非王郎已经答应了？我心慌意乱，多谢王郎。他不认知，他定不清啊！我此心一点了郎君，总算是我无法做妻，常愿公能开一心，虽然我在府上做奴婢，我常盼郎君是成婚，再见三餐无是梦，夜晚来是铺场铁壁清晨，王郎为奴为婢我是甘愿，年恩一相守齐灵，哎呀王郎千百年万百年，万年我是孤苦伶仃少情人，啥许我实实常把你永天娘，与好事与国昌，得与阳光明早晨。
夫君弟兄空哀鸣，怎奈我子孙到将心，为臣啊，王郎，因妻再去我也有罪，跟我将去做去，我随家一等。归我命苦哎，并非我今日不留情，今日留情只留根。贵爷，我心已决，不必多言。你若再不回去，我就要成你一个冒人官情私藏相夫之臣。既然我连做奴婢都无此不闻，记得你杀尽世界，我臣你的就存在，死尽万在身旁嘛。那要算财吗？实话对你讲了，那要算财，已成了我与夫人的订婚之信任。你要还，我另买一个接你也就是了。那牛孙才是我弟弟媳妇，你休得过言，今你把人提着了，你所谓来养去吧。贵姨已是无家可归的神了。那么，今你王进府这了，你死里门府去吧。事到如今，你还要我叫桂英再落风尘吗？你于心何甚呐？哎呀，桂英啊，今生是我为了你，原来是与你在一起死路送结不遂。我却不信，不信，我得听门事。门事。王奎，你那门事已经害死了一个叫桂英，你还想再害死一个叫桂英吗？王奎是十之外令人发苦，是什么到来生再结死叫桂英一个，你还想我到来生再受折磨？你莫非是白吗？正是桂英归魂到此。我刚才私吞官杀，是指望你有半点诚心，我才少你不是。谁知你竟丧尽天良！好人！
也叫襄家，永不弥漫足三亚，引路人何此苦兮家。原来把永生赐与人家，见前面一句红霞，不知是缘定是妙语，正好先去解说一笑，明日再走，相敬埋我。全作古马西亚里欲放他，刀衰放与老道自明呀我心有生的原来是首姑娘，这边苦有师傅，那边苦有当家，两帮妇人只有在此安歇了吧。闻听人言，华山圣母娘娘曾用宝莲神灯指引三界迷路之人，当日一位慈悲的仙子，我理该做好一番呐。华山圣母娘娘在上，若生流言长阻绝路，只有有人弟兄掌舵私塾，此番上京赴考，路过华山，才见娘娘先供一些子弟，做个有志屈身之次。娘娘啊，四里人共相作，杂碎鲜花，我只与共上手，深深的帮。看娘娘采丫鬟中不用面，不用对人情丝发，衣裳也是秋水盈盈，两道妹子远山妈，哪里是河水要你数娘人，分明是九天仙女把牙给下。曾言道娘娘是慈悲仙子，为苍生出丧眉，煞费心思，真乃是人间逃渡来的事，你莫过全是真小事。你也心连灯指引迷路卡，先想寂寞无人知。今晚我会要交别的诗句，以表娘母莫笑此。谢谢。瓦匠啊，瓦匠，
究竟是你想那李仁祥，还是李仁祥想你？究竟你们两个确实相像，还是你就是李仁祥，李仁祥就是你呀？唉，你呀你呀，你真把我捉弄得好苦耶！望丹青，心下长，潘家营山月长，八人寒季即将满，少王我就长把几无自长。天天攀登无消息，夜夜梦为非思量，丹青分明相成江，两副面貌一派模样。望丹青啊，似曾啊相，是真是假，是骗是唱，一猜想。他啥不是画中人？为什么你太神勇都相仿？他啥本是画中人？为什么至今不肯露红章？神像他对我话中有话，说服我吕家营一力深长，今日脱贫请人香，我定要察言观色推营长。观众朋友，我们都知道陆老师呢，当年是擅长演金声戏的。那么他不但是擅长演金声戏，而且呀，他对协皮功的表演呢，也受到了观众朋友的喜爱。那我记得在《彩楼记》当中有一场是平雪变宗，吕蒙正呢就是以协皮声应功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来自嵊州越剧团的裘巧芳和黄美菊为我们再现一下陆老师当年在舞台上扮演穷生的精彩演技。秀才，你是问这做鸡吗？就是嘛，是他的，是谁的？是你的，是我的。我穿的是良心，这是丁鞋的作迹哟。秀才，有道是长子满胸怀，良心嘛，随便丁鞋咯。啊，往为编啊。
那么是小的呢？也是你的，也是我的。哈哈，这真是有招张之路，难做便愚做。喏，是为听我的，是你的。你才要来做什么？哎呀，我妈才来望你呀。就说望我，也不过是要进要退，要做要去。怎么望啊，望到那阳上路上去了。我差得要来，就这样一步放一步，我嘛希望到这阳上路上去了啊！疼啊！修人呐，修人，人生在世，欠不了生前大事。倒是有些修成哪三件大事？那富贵不能淫，威禄不能缺，贫贱不能移。别人我倒是不管事，为情我啊倒是见得了。我看你呀，见不了，见得了，见不了，见得了，见不了。当初才女来招亲，快乐下哪个不是公子王生？只为见你才要讲，我爱在不言你人情。才就逃跑，你吕蒙真算不算富贵不能赢？那孩儿你，那是你我都欢乐，满以为穿白相夫槐花中，谁知他言兵爱妇要开荤，我是事事不从，犯了梦，不奈何，夫妻双双理相夫，算不算为夫不能求？这贫贱不能弃，你就欠不了喽。我与你共聚还要离，我是十少一人也少贫，我安贫杀素毫无怨言，算不算贫贱不能移？不太能行，万幸苦投了你啊！旁家送钱有下，你更是孤独而死，四差财你真被用说，多差财你们穷穷什么啊？小人自抠，哼！莫当我今日家逃兵，修子苦莫能奉承，有朝一日告中罪。修什么相夫，亏上你母亲。秀才，你倘然告状，一个人妻子为你生计退还，是苦还心。我们真是功名事实朝见，我看你呀，
是莫方面当夫人喽。只怕你呀是马府高中，我嘛是有名当夫人的。哦，是此时来站在面前的是夫人喽。是啊，夫人请啊，老爷请啊，夫人请。是只有偏了，你倒想进去，这急外为平了。哦，出了太阳嘛，也是外为平的，平不了，烧不了，洗不清，那是罢了嘛，怕了。你怕，我不怕你。你凭得了这件，竟要来见我；凭不了这件，竟是修建我面。哼，刚进岂可不责？哎呀，我要把这孙秀才气坏了，带我进去与他审理。再去看看。哎呦，好啊，好啊，你官当人，当人，好。你官当人，请你当，你进来，我们来当家喽！好，今天我们来当家喽！哎，小两口当家，管着啥狗好管呐？你放下，你放下，你放下，你放下。我要当传定鞋的秀才，传秀才，你休要独裁你。从而到你本是进去本上报，又是讲的是土地与高草死了本体话，只有这一句才中听啊！你其实话哪一句不中听？哎，你真一句不懂，不中听，不中听，不中听！哎呀，我真要与他说明，他还是那样的固执。我还要吃他一吃。喂，娘开嘞！做什么？你管不他？哈！我都管他不得了！哎，你这去做什么？你有个进来，你进来！喂，穿钉鞋的，你下次再来呀，不要穿钉鞋，要穿凉鞋。你等我们秀才要凭什么出去，叫他个扫不难分？哈？什么扫不难分？什么扫不难分？你穿钉鞋的，你敢再来，我当断你的根！嘿！哎呀！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哎呀，秀才，你……哎呦，算了。
我真是聪明一世，懵懂一世啊！想他自从大婚姻，少爷却在水晶啊，从不本居远居望，夫妻间患难相持，甚无好。今日里西间举作计，乃是他母亲是人送迎你到，我怎可不问青翁与草爬，东移西踩不论他。这便是我是好命，想小姐平日心情远见亮，定能将我梦珍藏，走上前去把小姐讲，还望小姐莫倔强，小姐，方才是我的，不是我怎么为得要来不问青龙造化，东移西踩，实在冒犯了小姐啊！小姐不要生气，梦真与你配离呀，秀才，这种事岂能当作儿戏的？哦，是啊是啊，这是非同儿戏，非同儿戏。像这样的大事，怎这个也就算了，非得相顾千里不可。啊，小姐，不要生气，梦真与你这要了下次不可。是。刚才冒犯了小姐，不必因她高兴啊！小姐，你是你母亲送银米来了银子的，在那只破箱。哎，皮箱就是皮箱装银子，银子装皮箱。哎，银子啊，银子！我李老爷见了你，我的祈求上来了。想我李老爷上清才死之时，你是长泪长光。如今李老爷丧亲去世，你却远走高飞，凄清苦恼。来呀，将他拉下去充当死神。哎呀，秀才，你怎么又在发疯病啦 ？No， 我家夫人与你色情来了，此次免去重罪，不当了，还不快到我夫人面前叩头谢恩。啊，小姐，米呢？米、哦、在那只柿子，哎，对，米的，哦，米的。哎呀，好米呀，好米！哎呀，秀才连米不曾讲，不是也就算了嘛。哎，
常言说得好，此物实当无，旱地何下土？谁知本种菜，粒粒皆辛苦。说的也是。莫道长河东，东江是雨飞，满天云雾山，一代偏夫妻。哎，我是一对美夫妻。既是美夫妻，怎么懂你是菜的？小姐，神非神也，所能无故，故而能给，是顺我他也。哎呀，秀才，你怎么了？啊，我饿了。我去请你神出来。啊！哎呀，怕是冷了你。不要紧，不要紧，冷着冷来，我能吃。冷言冷语，痛神喜我。小姐，你又累了。秀才，刚才你为何要来？我见你有人于我，见你神了一问出来。你讲过几句话，你还记得不记得呀？讲什么话？切了再说。你说臭气难当，秀才，何谓臭气难当啊？这个嘛，你讲过没有啊？讲过的。不过小姐，你听错了。我是今天赶走的时候，封他谢他，无情铁他，我说是无情难当。这稳住，这样好，这样想，何愁之有啊？是无气难当，那么不接近你，谁又不接近你？我今天赶走的时候，你说路话，把我摔了一跤。你见我神走过来，我用水来接，我说我的水不够劲。你还说大丈夫宁可清贫，不可说富。秀才，谁与清贫？谁与说富呢？这个嘛，一定。不过小姐，你又听错了。我见你晨走的时候慌慌忙忙，怕你当头杀过，所以嘛，叫你这口清贫不可戳破。什么清贫啊、说富啊，没讲过。哎呀！观众朋友，提到黄慧啊，她是上海越剧院一位非常出色的青年演员。那么她对于陆派艺术的痴迷和喜爱呢，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了，那就是一往情深。那么今天呢，她要为大家献上她的拿手好戏碧玉簪送凤冠这一折，也是在此答谢她的恩师和所有喜爱陆派的戏迷朋友。那么在这部戏当中啊，扮演李秀英的是原派的花旦方雅芬。不过在这里要告诉大家，她今天不唱原派，唱的是京派。那么张派老生张海玲呢，她要反串老旦，扮演婆婆这个角色。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他们精彩的表演。若临金库中上元，八分救命在红元，今两家增长当上手，为什么不见娘子女人眷？母亲啊，娘子的病体可善愈，拜望母亲去问根缘。我快弄啊，是来不及的，母亲。
请讲，跟哪个不见我三姑头娘啊？哦，待我唤她出来。好的，好的。丞相，哎，召唤小姐出堂。是，有请小姐来了。娘子，不见娘子心欢喜，娘子见我生怒气。待人在看我眼前，但见他背朝东来。年少时，当上大人把我下眼眶，羞得我脸红耳赤把头低。怪我当初做事错。去北离，啊，娘子，请来见礼。小女秀英虽是做妻，却为人深谷连理。她还是一位千金小姐，我们理该称她一声小姐才是啊！啊，小姐，小生这厢有礼了。啊，谢，我真糊涂。下午有令今早的中队名状元，他不是状元夫人了吗？我们理该称他一声夫人才对呀！对！啊，夫人，下官这厢有礼了。夫人，我的夫人啊！
就要家无缘，且听岳林来相劝。当初您娶你到我府，我本是新婚婴儿亲两愿，都只为文有10几年儿你家道尽数偷肉尊，身心差山无父亲，还得你我化作子业不断缘。今日到集中大路，他用尽心机也望着，是今日眉目下药本有事。我与你夫妻从此再断缘，夫人啊，过去此事你莫再提。你快走关到来进凤关，你不要么多一路女多相劝，害得我是多事多想多心酸。怪爹娘错前错去错配人，配了你这个为心为你为心欢。我也真好声好气好言分啊，你恰是恶言恶语恶配穿。你不该过生活像玻璃，猜你为什么要满足满心满肉拉装？我自闭呀，受苦受zor受到啊尽，害得我是哭爹哭娘哭丧啊光。既然你是大富大贵的大状元，你就该去娶一个美貌是美双娟。娘子。凤冠捧得上手酸，离呀离得我两太远。千言万语去相劝，他一点不肯违心转，背转身来朝上看，见大家就算做旁观。上座岳父老大人，我只有恳求岳父去送凤冠。岳父何事？岳父，起来，多谢岳父参在一话。是。秀英儿啊，你莫急先人
他今日乘错心意转。你看他龙门高挑的魁首，平地撑来我心欢。你就该与他夫妻共团圆。秀英儿啊，你承受忘恩几风光，叫声弟弟听更远，经过里之路远，家中之子亦不想到娘亲面前去问问状。那一日庭前把婚开，气得你弟弟官长官，此情在眼前，弟弟你还未替他来送红花。女儿生娃相见传，杀得我欲哭难相劝。他穿过玉林千万苦，难怪女儿把我怨。也许要送红冠，你死去送，机遇不济，无关。舅父，舅父。女儿总听娘的话，娘去劝她不能违心做。上前恳求老岳母，岳母。小人多，挽救岳母去送龙冠。岳母，起来！多谢岳母，岳母，站在一边。哦，是。小英儿啊，母亲，免得女儿听娘传，娘子女儿心中怨，要怪奴才不文语，他传统美不气和端。到如今虽落实出愿意人，也许是金榜题名中上元，前番你谁可金富贵，你跨进梦关呀，嘿从娘啊娘，难道你前番之事都忘我？可记得我满月自己为
听母，只愿娇儿去是谁叫尊，可记得母亲你那日到王家，他尽管有母不教，把母还，可记得刚才你娘亲将儿当，虽说女儿是无的尊，我受过牛铃多少气呀！娘啊娘，难道你的不记缘？并非女儿心肠啊，此事不要你娘多管，她是过多丈夫儿不愿，管他长远不长远。牛铃，夫妻相传也无用，凤凰万里望长远。有梦，有梦。有梦相传气不停，铁打心脏全不转，这叫牛铃是好。哎呀，这万句当当两年满，弟弟无事，宋贤儿理不断，会将秀英恶得宽，此际他不肯接梦官，万顷弟弟去相劝。小畜生，年少无知，撒祸端，黄水云草读书卷，在家不听娘教训，焉得罪父受了权，为父不管家中事，有权随你娘去劝。母亲，主上，娘子不肯接梦官，盼望母亲来去劝。母亲，阿玲，谁不度娘爷娘的喊话都不肯听着，阿婆的喊话伊也是不肯听的。做娘的不气到没？母亲，你去相劝，娘子她一定会听的。去呀！发去！哎呀，去呀！发去！当真不去，还发去没自家发去！一把母亲姑娘去相劝，我中上月也望转。主人一声空接他，我只有归三把了心愿。阿玲啊，侬到啥地方去了？阿玲啊，我要做和尚去。哎呀，和尚做不得个呀，和尚做不得个呀，和尚。刚好，
让我去倒倒煤块。多谢母亲。哦，是。我个心肝宝贝啊，娘子，母亲的话你可要听哦。干嘛侬自家来说？母亲，叫声媳妇我啊给娘，心肝娘哎呀宝贝娘，阿玲是我个寿星娘，媳妇大娘侬是我个寿贝娘，寿星寿贝都是娘。老太婆舍不得那两块肉，媳妇啊，侬尽快来娶我啊！演得媳妇来听不阿玲从前得亏侬难为今朝，别再是来认错。侬可以回到西也回到东啊，谁苦头归的是红啊呼。媳妇侬三百不离，一是长远不足要去湖上做，该种就叫也是包啦。侬爷俩媳妇就好结了个，听从婆婆接凤冠，高明夫人与侬做啊！为凭你们老婆婆，你何必苦苦相救我？夫妻不是监狱，为我是不明不白受折磨。折磨媳妇算聪明，幸亏婆婆相救呀我。婆婆啊，我不让与他夫妻我，只好孤为你老婆啊。媳妇侬是月亮方正的眼拉公，不也都来么两也都，千错万错是阿玲错，我婆婆对侬总不错。媳妇侬今朝夫妻哦，我一家断绝没落花火。媳妇侬啥不跟夫妻我啊？我个问人家要结婚，竹林有山要带领，我王家后头要带下河。岂不是衣裳欢喜衣裳空？我养什么儿子，我做什么婆？媳妇啊，侬马个人情结婆婆，手下凤冠夫妻婆啊！媳妇，婆婆啊，我不愿与他夫妻我，我情愿一座端堂来奉公我情愿一座端堂来奉公，真是我爷为个好些
母亲，母亲，母亲，阿玲啊，侬咋要夫妻和睦嘛？自比侬张元贵的妻人错。哎呀，母亲，儿乃是天子门生，辛苦上元，怎苦向娘子下跪呢？哦哟，啥个天子门生辛苦上元，老婆都认不着公仔。哎呀，是呀，哎呀，不吃了，细心呀。母亲，啊，母亲，母亲，这梦过呀呗，2、3千岁，阿哥阿哥，请公婆的娘原谅我。亲家，日当拜的巨宴，亲家请。哎，娘子，你到哪里去？喏，下官这厢有礼。